一生不让你发脾气的三个字：宽、让、淡。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，情绪常常像海浪一样起伏不定。生活中难免会有让人愤怒或不满的事情，但若能记住宽、让、淡这三个字，便能在风浪中找到内心的平静，化解不必要的纠结与矛盾。宽容他人，宽待自己。宽容是一种智慧，也是一种胸怀。对别人的过失选择宽容，并不意味着懦弱，而是心灵的强大。宽容他人能让矛盾化解于无形，让关系更加和谐；宽待自己，则能帮助我们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，不再纠结于遗憾与错误。宽容他人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与人产生摩擦，例如别人在车上不小心碰到了你，或是在工作中意见不一致。此时选择宽容，不仅能避免争吵，还能让自己保持心境平和。正如古语所说，以和为贵。若我们始终紧抓别人的过错不放，最终受伤害的往往是自己。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，理解别人的难处与无心之过，你会发现许多让你不快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。宽待自己，学会放下过去。有些人总是对自己的错误耿耿于怀，觉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就是失败，对自己过于苛责。然而，人生不是完美的剧本，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。宽待自己，便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允许自己在错误中学习与成长。放下过去的包袱，才能轻装前行。一旦我们懂得对自己宽容，便能释放内心的压力，用更积极的心态面对未来的挑战。让，懂得退让，赢得和谐。退一步不是示弱，而是智慧的体现；让一步不是退缩，而是为了更长远的共赢。学会退让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也是一种处事的艺术。在人际关系中，让是一种高尚的品格。争执往往源于不肯退让，而退让则能避免矛盾升级。举个例子，夫妻之间的争吵，多数是因为双方都想坚持自己的立场，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。若其中一方能适时退一步，关系便能化解危机，甚至更加亲密。古语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适当的让步，反而能让我们在关键时刻赢得更多的支持与尊重。在利益面前，让是一种格局。当我们面临利益分配时，很多人往往会因为争夺利益而破坏原本良好的合作关系。然而，真正有格局的人懂得在利益面前适时退让，因为他们明白，短期的得失并不重要，长期的信任与合作才是最有价值的。让步并不意味着失去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获得。当我们愿意分享与让出，便能赢得更多的友谊与支持，从而成就更大的事业与人生。淡，看淡得失，活出自在。淡是一种心境，是一种智慧。淡定的人能在生活的波涛中保持从容，不被外物所扰；看淡的人能放下得失，不为一时的成败而忧虑。看淡得失，以平常心面对生活。人生如逆旅，时有得失。我们无法控制所有的事情，但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。得到了，不必过分自喜；失去了，也不必过度哀伤。正如一句古话所说，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看淡得失，并不是对生活失去热情，而是懂得珍惜当下，不为未来的不可知而忧心忡忡。当我们能以平常心面对生活的起伏时，内心便能保持一份宁静与安定。看淡人情，知足常乐，随遇而安。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不被理解或不被认同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总是希望所有人都能懂我们、支持我们，就会在期待中一次次受挫。与其如此，不如学会看淡人情，懂你的人自然懂，不懂的人无需强求。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心，而不是外界的认可。当我们能看淡人情冷暖，便能活得更加坦然与自在。脾气与人生的智慧。记住，脾气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让事情愈演愈烈；火气不能平静内心，反而让自己更加烦心。当我们感到愤怒时，不妨试着深呼吸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下来，让心情平复后再处理问题，往往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。发火的时候，试着提醒自己看开点，心才静，心不动则不痛。看清一个人不如看清，看透一件事不如看淡。人生短暂，懂你的人自会停留，不懂的人又何必争辩。
总结：宽、让、淡这3个字蕴含着人生的大智慧。宽容他人，宽待自己，让我们的心灵更加豁达，懂得退让，赢得和谐与尊重，看淡得失，活出自在与幸福。人生来去匆匆，学会用平静的心态面对生活的风浪，你会发现世界比你想象的更加美好。用宽、让、淡来经营自己的一生，你将收获更多的平和、快乐与幸福。